这公园的流笼甲一寡佚佗的器材呢，竟然变作是互狗仔咧使用。有民众是讲，这看起来哪像就是咧训练狗仔，认为这款行为呢，其实是无解妥当的。中华管护士表示讲，这游乐器材呢，其实并无适合狗仔来使用，所以未来会加强宣导。 明明是囡仔人咧佚佗的出流笼，但是所有民众牵狗仔出落来，甚至佫互狗仔行伫房仔桥，狗仔根本行袂知。中华花园公园有民众翕到主人牵狗仔来公园，唔是散步，是咧使用游乐设施。其他人看到嘛，认为真无妥当。前几天有看到，想要制止那主人又不敢说。公园应该都是小朋友在玩的，结果有狗在那边训练，感觉不太好啊，感觉很像比特犬，可以去付费的专门的狗的运动公园啊。 公园管理单位中华县政府城管处指出，公园内的游乐设施并无适合狗仔使用，未来会加强宣导，避免再出现这种错误行为。若动物防疫所表示，干那看影片无法度判断是毋是比特犬，嘛真恶认定敢有违反动保法无。 游戏器材是给小朋友或者是说适当年龄的人来使用，会来加强的宣导，然后告知民众不要做这样子错误的一个行为。影片内容上无法判断犬只是否为比特犬。另外，从影片中没有具体伤害动物或动物受伤的事实，上无法判断是否有违反动物保护法。 中华县政府表示，目前针对民众牵狗仔使用游乐设施的行为，敢来当可抗加强宣导，未来会考虑讨论是毋是要增加驻地条例来制定相关的处罚规定。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。